香港網媒傳真社宣布即時停止運作，聲明提到雖然近年傳媒行業巨變，但仍然堅守崗位，可惜係時候告別。傳真社成立超過6年，主攻調查報導。最新一篇報導揭發冇費追蹤程式安心出行內置咗人面識別功能。反送中運動期間，傳真社證實831太子站襲擊嘅6名懷疑遇害者係仍然生還，亦都曾經揭發警方訛稱示威者用鉗剪斷警員嘅手指。2017年，民主黨黨員林子健聲稱被疑似中國國安人員擄走並被暴力對待，但俾傳真社發現佢嘅講法同閉路電視不符。林氏最終係被裁定誤導警員罪成。蜂巢電視記者胡力維文報導。